OK，六月仔平安，各位线顶的先进友志，大家平安。我是今仔日的主讲人王玉金，欢迎大家来到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这场是第247回，我要来甲大家绍解咱台湾文学的3项第一。好，第一篇小说，第一首新诗，甲第一篇报道文学。我甲这场甲合作怪事康康北港马台湾文学的创世纪。好，这摆的讲座是达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台文博览会甲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同齐举办。伫咱讲座要起稿进前，先简单甲大家绍解台文博览会即月日的活动。好。这场是台文博览会的扛棒哈，台文博览会逐个月伫线顶拢有办10几场活动，听讲读写拢有提供初学者优先的全台语文环境，嘛有伫训练师资，甲提供台语文的服务，欢迎大家到社交媒体参考欢迎大家来斗热烈，详细资讯大家会当用手机翕相翕正手柄手机翕一个用正手柄即个 Linktree 的 QR code 就会带大家去逐个月的活动资讯甲合作的资讯我即马就带大家来去Linktree 内面细细咧。即马有在录影拄则有声音跳出来，应该是无问题。好，来带大家来台文博览会的 Linktree， 谢谢咧。好，大家大先入来到台文博览会 Linktree 就会看到这大先会看到讲Linktree 内面是新的活动参加的资讯，有咱比如讲2026年。台湾文学节的活动的资讯，嘛有咱今仔日这场今仔日伫线顶的论坛的网址，试落就会看到内底的资讯，也有咱2026年甲陈雷先作品，甲作家陈雷的作品开讲，会报名号位的资讯。这场是现场的演讲会，开讲会是演讲会，开讲会。拜四的暗时伫高雄鼎汉册房2礼拜一摆，欢迎大家去找夏美先开讲。好也有无共主题读册会，像遮无共主题读册会相关的报名的号位资讯伫遮可能咱大家拢有即款经验，就是讲家己读册，其实无遐有趣味，册读了，就有当时若是有人开讲交流会较深入。还是讲有当时家己无落来，即句毋知安怎解说就是有友志同齐来斟酌，才看有作品内面的美美角角若有即款镜头，就欢迎来参加读册会。才有几个读册会推荐互大家。台湾文学读册会即马在读放毒迄个杜信良先生的作品好，阁有找台语读册会在读迄个阿凤仪的五度的空间好，推荐互大家，欢迎大家同齐来参加。过来另外一个要推荐大家来参加即个讲座，好来看即页过来要特别推荐大家来听培敏来讲故培敏大家有看到柯培敏遮讲者是培敏可能爱叫较大诶。看有好，可培敏是我伫台文系的后辈毋过伊伫台语文这条路，伊比我早20档就起过伊伫读台文系的时阵，都是重做的后来就业了后，嘛投入真济时间伫台语文的教育甲协作。伊嘛是台文博览会之前有开台语罗马字基础班的台文先生，就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的可贵先生，可贵先生伫咱台湾时间的8月16，就是明仔载礼拜
台湾时间的礼拜吼，下晡2点到4点，要讲台文这条路吼，是伫 YouTube 直播，虽然是伫 YouTube 直播，毋过爱心护卫吼，就是伫这个网站护卫吼，才会收到 YouTube 的网址吼，大家爱紧来护卫哦。保证对大家来行台文吼，这条路会有真有启发，吼，这互大家参考，吼，互大家知好。过来，咱转来看咱的slide度。好，以上就是台文博览会8月的活动的小解。台文博览会这个名是为2019年11月的时阵有办一个活动，吼，迄个名，这个名是迄个时阵活动的名。主办单位是打到台语开讲社。迄个时阵一个月伫高雄无共所在办20场各种全台语文的活动。就甲迄场的名叫做博览会安尼吼，台文的博览会，上时嘛出版同名的全台文杂志台文博览会吼，即马即本册，可能应该找无外口应该找无吼，是足珍贵的一本册吼。买手即个台文博览会就成做品牌，继续逐个月办全台语文的活动，到达5万目标吼，就是5万台湾社会将台语文正常化、生活化。好，若是大家有支持阮的理念，哈，请欢迎捐款支持，哈，甲阮 ONO。好，即马咱转来咱今仔日的论坛，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每一月日拢有一场台湾文学欣赏，哈。今年的顶半冬是做伙来讲台语，算甲乌妈妈即个社团，哈，做伙来讲台语，算甲乌妈妈是因的名，哈，因来主持，哈。后半冬，吼，就是伫为6月起，哈，7月我有请假，6月起了后，过来即马8月，吼，是由台文博览会来主持，吼，在后半冬由我来甲大家绍介台湾文学，吼，咱即场是台湾文学，即个台湾文学导论，吼，你大家有看到遮写台湾文学导论，台湾文学导论，吼，要做一个系列，即场是第2场。这个系列要甲大家讲啥呢？要讲第一，8月2是人人拢真快乐，哈，会甲大家绍介讲吼，自学的资源伫倒位，哈。第二，同齐欣赏8月2的文献，因为咱是台湾文学欣赏会，哈。除了这2项，第三就是要绍介台湾文学史，哈，做咱台湾文学史的基础工程，哈。伫遮简单甲大家绍介，我是啥吼，我的背景吼，我是成大台文系硕士出业，吼，即马住伫美国的印第安纳，是台语文的工作者，嘛有伫线顶教美国的囡仔台语文，我的课程叫做 Miss Ngo's 台语 Forest， 是 Team Taiwan Foundation 甲咱达高台语文促进协会共同主办的。好，以上好，过来，这是第一场吼，就是6月迄场吼，这是咱台湾文学导论的第一场的要点。咱除了吼，伫迄摆吼，除了有同齐读台湾头一张报纸吼，台湾府城教会报，另外也有坐时空旅行机吼，就是摕时空旅行机去看即个头一张报纸有无？搁看世间头一摆的8月2文学赏。遮吼，我想若是有迄场有参加的朋友，可能还会记得即件代志吼。迄阵就借台湾头一张报纸，甲世间头一摆的8月2的文学赏来进一步探讨吼。迄阵有甲大家讲，台语对台湾历史是真要紧，要了解台湾历史，要写台湾史吼，伫台语会晓。有一寡字吼，有可能有一寡文献内底写迄4角字的，嘛是爱用台语来读吼，也是讲你爱用引用中国话写的迄个理路吼，汉字迄个理路，想看觅是啥物台语音吼，台语的音到底要记啥吼？即种类吼，台语是对台湾的历史是真要紧。好，第2项就是对。
迄个咧，除了迄个咧，顶摆嘛是有借即个身份认同的部分来讲，其实台语毋若是一个族群吼，单一的族群的语言吼。好啊，若是有趣味的朋友会使搁转去看迄场吼。好啊，除了即项吼，第二项就是有甲大家讲台语文书写的历史吼，因为这咱有读即个头一张报纸嘛。好啊，第三就是经过即个台湾文学史的关键时期，新旧文学论战，好来看白话字伫台湾文学史的地位。哈啊，若是还未听过顶摆讲座的朋友，会使为倒手边即个 QR code 入去看吼，伫 YouTube 顶悬。好啊，即摆咱要实际来读白话字的作品，文学作品吼。较早期的三篇代表，一篇是上早的第一篇小说，刊头叫做《日本的怪事》。吼，日本的怪事。所以我伫主题时阵，即主题这边我就甲怪事甲提出来吼。日本的怪事，啊个有一篇是上早的报道文学，吼啊，伊的刊头叫做北港妈的新闻。吼，所以我咱伫迄个主题内底嘛，看到北港妈，吼，就是为遮来的。啊，另外佫有一首新诗，吼，这首新诗的名叫做《空空》，吼，主题内底嘛有空空对无？吼，就是怪事空空北港妈，吼。好，就是这三篇吼。啊，今仔日我使用的这个资料吼，大家当看到文献的原稿，吼，为咱下面先做的台语文记忆列落来，吼。啊，咱顶摆有小解台语文记忆，吼，这个资料库吼，内面有真侪资料吼，真多谢杨文彦教授吼，杨文彦教授授权互台文杰西咪来去做即个资料库。好，除了遮会当看资料，咱搁另外搁吼，直接看文献吼，就是为遮吼网站顶悬会当直接看文献吼。啊，除了台语文记忆，直接看文献了外，今仔日也推荐这本册，互大家参考吼。倒手边的这本册叫做《台湾文学的金选奖》吼，金选奖。台湾文学的金选奖是清大台文系陈慕真教授哈主编，蒋维文教授做总编辑，经1920年进前台语白话字文学的经典文选。哈啊，抱歉，伫即摆的讲座内面有特别甲咱小解的这三篇作品。吼，伫这本册内面爱倒位找吼，有甲金选奖内面的页数，吼，报大家知。吼，歹势。那手头有册的朋友，欢迎提册同齐来读哦。哈，若是手头有这本册的朋友，会使去找这本册。好啊，咱等下读作品的时阵，会当对照伫册内底的文字吼，无定定会当做一寡笔记。好。即马咱先来留顶摆有讲过，咱有讲即场吼，即个台湾文学讨论有一项想要互大家了解，就是讲白话字是人真快学的吼。顶摆有小解即个批测度吼，是其中一个法度吼，其中一个学习的法度。好，即马就来留顶摆讲过即个白话字的规则吼，咱互中华民国市民吼。日常生活真惯势看汉字，所摆若是毋是逐日专工半工来读白话字，吼，检查咱有当时目睭吼，会无法度一时惯势吼。咱简单来留一个，就是讲头一项白话字的字母，吼，即张批测图是为金华先吼即本册台语罗马字创意教材吼，为即本册内底出的白话字有6个母音。甲17个主音，吼，字是用主音、母音无共款的组合来写作字头甲字尾，吼，字头啊字尾，搁添声调，就是咱的白话字基本的。遮个主音，吼，外口大家看到这17个主音，吼，就是字头，吼，字尾
有几若款无共组合，吼，咱通对遮来练习。好，我伫美国教囡仔诶时阵，伫迄个披萨图教了，吼，就会用即个尾牙吼，即个尾牙学习法，吼，来练习较长诶字尾，吼，长字尾，吼，即个尾牙学习法嘛是为金华生，吼，金华生即本教材内底出诶，吼，大家有看到册皮顶悬着有尾牙，吼，咱会当用。红即个字吼，大家当看到讲尾牙诶身躯吼，身躯顶悬就有字尾吼，有安红吼，伊诶实骨吼，实骨就是17个主音吼，就是用主音好，来摕一支笔，主音好，后壁接即个字尾，好，安尼就会当练习发音。等一下搁一摆，好，像安尼，好，咱用红来做咧，好，上课时阵嘛是安尼教囡仔吼，就是即条线甲牵起来，就问因讲安尼应该爱安怎念，就是帮，过来就，咱讲较紧诶吼，芳、芒、芒、当、汤、囊、人，好，这样就变刚、汤。硬、硬、夯，过来，张、苍、桑、让，安尼吼，就是好，因惯势，这是台语的发音的规则，安尼，好，这是一项，好，若要进一步练习，顶摆有甲大家小解讲白话字双对对这个 game， 吼，即摆咱来带大家搁去看搁较济白话字会当练习，吼。也是使用吼相关的一寡资源吼，伫即个嘛是虾米做诶吼，即个白话字诶假诗内底吼，网站内面吼，带大家来学习咧。网站伫遮，好，这就是白话字假诗，吼，假诗是台湾假诗咪做诶吼，所以遮嘛会当连去台湾假诗咪内底吼，即个网站内底有扣无共所在，有诶是虾米家己做诶，有诶是别人做诶，甲扣来遮互大家参考吼。像即个台语诶欧洲诶地图吼，就是Facebook 顶悬诶资源吼，搁有教育部诶拼音吼，转白话字吼，也是讲白话字吼，诶文献，咱要来甲转做汉罗吼，因为就是实咱。即马有有志吼，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汉字要转做全白话字的时阵吼，有即个需求，就是讲，也是目睭要看汉字较惯势吼，毋过有想要直接看家己文献白话字的文献，即种愿望吼，即个假使就会当互大家做参考吼。搁有这是钟伟兄做的这个台语 real 吼，等等，有也是讲听写的练习，也是台语白话字的手写练习纸，手写练习纸，搁有这个，这个真趣味哦，这真有关度吼，无讲足简单吼，你若是经迄较困难的level 吼，会赞助吼，就是迄级吼，我有当时在算的时阵，就无法度。真紧就过关，吼，好，这嘛是教学真适合的一个业务安尼，吼顶摆小解就是即个双对对，会当练字头字尾的即个双对对的记忆的即个业务，吼，下骹阁有一寡书典，也是字典，吼输入法等等，吼，这拢是白话字的假诗，好，这互大家参考，能够转来咱的slide度。接下要讲学习的资源吼，字头字尾若熟手，搁进一步就是声调吼，声调好。咱后摆有机会再来说明吼，伫遮搁甲大家推荐一摆吼，顶摆有讲过吼，自学的资源推荐的就上推荐的就是即个吼，就是高工学会晓台语
9天会晓学台语，跟大家念无顺。9天会晓学台语，甲倒数的台语车帮制作的这个线顶的学习的影片，这是影片这是册，同齐来看，就会当学到白话字基本的知识，另外，嘛推荐台南妹仔教你讲台语这个系列，甲阿勇台语，台南妹仔这个系列，我看到这个系列的迄个时机，拄好是我学晓罗马字了后看到，我伫台文系时阵无注意台语文，即嘛真后悔。后来家己要学转来的时阵，罗马字学会晓，拄好就是这个系列出来，就想讲，安尼拄好，我会当借这个系列的影片，该来留一个安尼因为伊做甲迄个画面，真色彩色水真显目啦，台南妹仔伊嘛用较轻松的法度来教，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适合少年人真深色的一个学习的系列安尼，我就是迄阵拄好学了，就有一套会当有这个系列会当搁留一摆，我感觉袂歹。若是讲咱有讲英语的朋友要学白话字，也通参考阿勇的英语版，伊这个系列有做英语版加台语版，这边互大家看到的是英语版的，白话字的基础教室安尼。好，那现场咱有白话字要无熟手的友志，欢迎参考这个资料来练习学习。好，即嘛咱同齐来读咱头一篇作品，咱先为看起来上底新诗来读，来读起。头一首白话字的新诗，头一首白话字的新诗名叫做《空空》，作者无露名，这个无露名毋是伊的名，就是讲无留作者的名伫报纸顶悬，我要讲啥？好，无留作者的名伫顶悬，普通这款状况，真有可能是教会部的编辑团队所写的。好，这首诗当时写的，当时刊伫报纸顶悬，是1909年10月时阵伫教会刊伫教会部内面。小可知影白话字的历史的人，就想讲，教会部1885年创刊，敢讲这1885年到1909年，这差不多要20多冬的时间中间，无其他的诗歌这款形式的作品，其实是有，不过大多数拢是用心受用，用心新诗，新诗这类的甲宗教的较有关系的作品，这篇空空随梦伊的内容嘛是有这款款式的色彩，不过伊宗教的色彩较无遐尼明，较无遐尼明，所以即马学术界认定台语的新诗会当用这首做一个例，好，伊伫金选就这本册内面是伊伫第31页，咱会当若是有册的朋友嘛会使看册，同齐来读。好，空空，这篇我来读。好，空空伊有分做6趴，1、2、3、4、5、6趴，咱先来读头前3趴。好，头一句伊讲，世事有人专务咧求钱财，煞瓦靠会败坏的物业，这是空空。世事有人求尊敬，煞劳心去图谋高贵的责任，这是空空。世事有人挺血气的私欲，煞心无迄好，的确会陷害人的，这是空空。这是头前3趴，伊咧讲啥？头一趴伊讲就是全部咧求钱财，有无贪财啦？小贪，毋过拢是迄款
做迄款会败坏的物业，吼，趁迄款侥幸钱，吼，啊，落尾就是空，吼。第二句吼，第二趴第二句，即使有人求尊敬，吼，伊就是为着迄个名声，为着迄个名声才去做迄款多无迄款高贵的责任，吼，为着名声才去做的，吼，啊，这嘛是空，吼，假的，吼，拢是假影的，好啊，第三趴，好，第三趴有一个字，吼，对我来讲，我毋知影大家会感觉安怎，吼，对我来讲是无遐尼熟悉的字，就是即个挺，有无？吼。啊，血气就是血路啦，吼，就是迄款血气运动，还是讲血气风光啊，即个血气吼，血流的即种运动吼。好，啊，血气啊，什么是挺？哈啊，咱即马就来编书典，哈，找台语书典，好，伫遮，啊，就看到书典内底就有讲，伊就是人性不强。吼，差不多有迄种，伊要爱安怎啊，伊就硬要做晒太迄种意思，吼啊，若是即个意思，吼，咱搁倒转来咱的 slide 内底，吼，来看即首诗，伊讲挺血气啊，伊后壁讲啥？挺血气的私欲，吼，就是伊私人的迄种欲望，吼。煞羡慕迄款的确会陷害人的，就是拢行迄款歹路。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乌道，吼，也是讲伫迄个时代也有迄款就是族群相拍，血气挺血气吼，就是即款类吼，会当讲海盗吼，就是即款类吼啊，落尾嘛是空。好，啊，这是头前三趴，好，咱个接续继续看后壁三趴。好，过来第四趴，讲即使有人爱陈惠秀不顾辅导公因，吼，这应该大家当理解就是虚无的过日吼，辅导公因无尽忠做伊的工程，就是伊应该爱做的代志，逐工爱做的代志啊，伊是伊的责任，吼，这是空，吼，啊，过来等你是为。咱直接解说吼，好，陈惠秀吼，伊要爱陈惠秀，啊，毋过伊说虚无过日吼，啊，落尾嘛是空，吼，啊，第五趴伊讲，即使有人知意在生的代志，说无要紧，无要紧未来的境遇，吼，啊，这嘛是空，即部分可能是啥？就是讲顾家己，还是顾即世人的代志。无看到讲，即世人所做对未来的影响，吼，可能会当安尼解说，吼啊。另外，若是咱真正要甲即个概念，甲可能甲基督教，因为这是看伫教会部内底嘛，吼，迄个概念来讲，吼，可能即个未来的境遇，吼，有淡薄仔要讲迄种伫基督教内底应外迄个境界，吼，好啊，若是无去。斟酌迄个境界，干那斟酌即马在生的代志，吼啊，这嘛毋是正路，吼嘛是空，吼好。过来上落尾一趴，伊讲，即使有人一着快过的光景，却无对中应付的地步，吼，这是空，吼有淡薄仔甲拄则第五趴有淡薄仔亲像，吼啊，即个。有一字，吼，这嘛有这落尾这趴嘛是有一字，吼，那可能大家无一定遐尼熟手吼，了解的一字，就是这一条吼，咱会使来看一个什么叫做一条，哈，一条吼，来看到讲找台记者吼，小可会当影一个就是望啦，吼，啊，咱实际来看书店，我来甲书店拍开，对，就是望啊，有淡薄仔就是。就是真正足想要爱的迄个愿望吼，好，差不多是即个意思。好，啊，咱倒来看因的咱的slide，伊诗内底是安怎写？吼，就是一条快过的光景，吼，啊，就是要即个快吼是简单的意思，吼，简单过，吼，简单啊，就清彩，啊，无对中讲应付，吼，应该爱有一寡代志可能是。
咱来讲条码有无？伫教会部内底嘛，定看到即字吼。啊，毋过迄个条码是有价值的吼。啊，若无注重迄个部分吼，啊，你所做吼嘛是空安尼。好，好啊，直接来甲大家讲一声恭喜，咱读过目前学术界认定诶白话字诶头一首新诗咯吼。啊，这首新诗空用咱的话，咱的白话来书写，内容是款式气味，有款式气味，啊，刊伫1909年10月的教会部的经典作品，这是头一首要甲大家绍介的作品。过来，咱今仔日有3篇对无？过来，咱要来读头一篇白话字的报道文学，好。咱来看这篇报道文学吼，伊诶刊头叫做《北港妈的新闻》，作者遮有写讲是周步霞记诶，周步霞所记吼，周步霞是谁呢？根据教会部诶记载，周步霞伊是艋舺人，艋舺人，艋舺人，生伫1846年，1923年过身。细汉时，因为老爸要去府城考举，要去考试，伊就缀因老爸，为北部去到府城，伫府城读册。25岁，伫太平间教会受洗礼，是台湾早期的传道者。1908年，由家己的教会选做长老，小可小概讲即个周步霞的背景，所摆即个故事，伊个迄个家己选做长老嘛，伊后来就是伫家己迄个所在传道安尼。好，咱来看即篇咱讲是报道文学对无？若是看即马中华民国迄款台湾史观，中华民国的台湾史观中华民国的台湾史观。台湾文学内底会讲倒一篇是台湾文学的头一篇报道文学的，这若是有文学背景的，也是讲有台文的背景的朋友，可能也是讲有看到讲，因为前阵仔有即寡历史补课即种风潮嘛，好，可能会想到讲，普通拢会讲1935年杨逵。用日本话写的作品，1935年伊用日本话写的，迄篇来当作是台湾文学的头一篇报道文学。毋过咱这篇北港妈的新闻，凭杨逵所写的1935年迄篇，迄篇的名刊头叫做，伊是用日本话写的若是咱用台湾话去读迄个汉字就是台湾。真在地迄阵有即个地动的即个灾害真在地慰问大早记就是伊去记录遮的代志会甲迄篇1935年日本话写的当做就是中华民国的史观内底中华民国的台湾史观会甲迄篇当做是上早的报道文学毋过咱即篇白话字所写。用咱的话所写的，是1886年3月时阵刊伫教会部内底，凭迄篇搁早要50档，搁是用咱的话、咱的字、台湾字来写的，咱紧来读看卖，内底到底在记啥？好，这篇若是大家要看册伫金选就这本册的69页到71页，所摆你看有3页有无？好。所摆这篇有较长啦，因为咱后壁阁有真侪要紧的代志要报大家知，所摆这篇我有大声录音，那咱就甲这篇当作是敢若在听新闻这种法度，同齐来欣赏我就无像拄则看诗的时阵，若是有真正有字，大家感觉无讲遐尼了解的无每一字去斟酌，每一字去评述等若是有需要的朋友，会使
并找台语词典吼，嘿，真正足好用诶吼，找台语词典内底来参考吼。啊，咱即马就来听我诶录音，来听即个北港妈诶新闻内底到底在记啥。好，北港妈诶新闻，周步霞。嘉义属北港有一间庙，名叫朝天宫，内中有一身二马，号做天上圣母，是通台湾第一有名声诶。人若要请即身二马来敬，一日就3块银，100日就300块，最少日就照算。好，新闻。大兴升级地点，吼，啊，搁小解二码，吼，啊，搁来，咱继续看。去年8月间，嘉义城内外逐警分有去请，用济故事闹热，又每日做戏孝敬，开钱真济到袂算得。嘉义城北门外运输处警是落尾请来敬。敬了就煞请去行，头一日请，人就做戏双边斗，搁顶炮声真闹热。第二日、第三日也是安尼，第4日要送去行北港庙。好，这若是较趣味的吼，对，当问啊，问大家讲，安尼因运输处境。遮个人开偌济钱请即身钱嘛，有无？吼，一工咱拄则有看一日北港嘛，我录音的部分，哈，3块银，吼，啊，因拢总。去年8月间，嘉义城内外逐警分有去请，好，请4工对无？嘿，因到底开偌济钱安尼？吼，好，啊，即部分伊咧记啥咧？吼，伊就是咧记讲代志。是安怎起头的？吼，代志是安怎起头的？吼，就是即边，吼，啊，咱有看到讲即个双边斗伫遮吼，双边斗就是咱即马讲的即个对台吼，唱对台戏啦，吼，双边斗啊，你看，我可能细汉时吼，捌听阮老爸讲过即字，啊，毋过真久无听人安尼讲。吼，啊，就袂记得即字，后来佫读着即篇的时阵，想讲啊，这是啥？佫去编书单，才是想着讲，哦，对，迄个唱对台戏的即个状况吼，就是叫做双边斗。好，啊，咱继续看，好，后一趴代志起头是安尼，吼，运输处境即边的人，吼，去请二码，吼，啊，请4工，过来安怎呢？刚到新港休困，桥内不有透开，到佫起身的时。袂记得北，到北港溪下坎顶，要落坎下，马祖埔对桥内有起哩窟窿跋落去，摔伫坎下，光的人赶紧捡，下伫桥内，搁滚去。天败的人走做前去报和尚，刚到位，和尚就验伤，甲人去拍锣叫头家、炉主甲政破户。啊，即个破户就是点头，吼，破户就是点头。伫遮咱就看到讲，吼，出代志啊！马祖埔对桥内摔出来，这是真不敬的代志，对无？吼，啊，咱继续来看代志安怎发展。后一页讲，咱的祖妈互家己的人赶去糟蹋，身躯严误伤。后来将遐个桥板甲送去刑的人，拢拔落起来，认入口错印，也有写批互通家己请马祖的头人，讲着去北港甲因做轿，也是去湄洲开眼请神，讲神着惊倒去啦。好，这大概应该看会出来吼，就是人互人起来，吼啊！这毋是我字写毋对，吼是安怎伊的教育部会让会写北落，吼，就是早前的教育部内底即种贴字，吼，若是北，吼北起来，吼，念毋对，北起来，吼，北起来，吼，像即种贴字，伊第2字，吼，
头前迄个字头，拢会用即个咧的音吼来写吼。好啊，咱会若是讲看到即款咧吼，普通讲诶拢会感觉讲无确定对无吼？啊，即字咱伫遮哦会当来宾书店小可看一下，就干那即字尔吼，因为我感觉这是会当甲大家小可了解。好，会遮好，就是你若伫书店吼找台语即个书店内底，你找北六吼，北六是有法度找着讲哦，伊其实就是北北的意思。吼，其实就是北北的意思，啊，就照着看到讲哦，北北北六吼是共款的，吼啊，佫有啥物例咧？吼，佫有啥物例？咱会当用即种法度来找，吼，用即种法度，这是找台语书店有无？吼啊，就爱用即个输入式，吼，输入式，吼啊，用甲咱要找的字啊后壁即字，后壁即字可能因为迄个收缩音吼，伊可能无一定是啥物收缩音吼，啊，所摆就是我用即个海英号来代表，啊，这共款后一字就拍安尼吼，嘛，拍一个海英号，因为这是应该是共款的吼，啊，安尼咱来找看觅，敢会当找着相关的字词，吼，就有看到咱来直接来看台语大词典，哈，台语大词典哦，都有影吼，内底有，这应该就是拜拜。哈啊拜拜啊，毋过伊有讲拜拜，嘛有讲拜来，哈嘛有讲拜来，拜拜拜来，啊，佫有别个例哦，吼，别个例佫有啥？咱来看北，好遮哦，嘛有讲北北，吼北北，一个北北哈，一个北北啊，就是北六北六北北，吼，就即款例吼，就纯粹。互大家知影讲，找台语书店是真正真好用，资料内底用即种法度，嘛会当超找好。好遮，伫遮吼，咱佫倒转来看新闻内底记诶代志。哇！啊，遮诶人就互人掠去啊，绑起来吼啊，足可怜诶，对，就是神对神不敬吼，啊，就互人绑起来吼啊，后壁故事佫安怎发展呢？吼，即件代志。家己诶头人回批讲，若要煞就安尼煞，若毋明年因毋请。当遐个剧班有人放倒来，总是即个事情，毋知后来要到闹到安怎样。阁有一个温烧厝人，几若10年前少年要到庙去烧金，到迄碟也甲因去，金烧了。也互人绑做堆，几若暝日枵寒，也到放倒来诶时，真毋甘愿。好，就是温烧厝境遐诶，温烧着厝境遐诶人，吼，家己迄边诶人有通批，吼，啊要处理即件代志，后壁要安怎收煞，吼，啊，过来因佫。看到因个咱看到即边吼，敢若看到就是记者去访问讲当事人的感想有无？就有一个人，就是温小厝人吼，伊有想要去庙烧金吼，啊，伊就甲因做伙去，吓啊烧了啊嘛，互人绑起来安尼吼，啊呢。那即个人是安怎想咧？吼，伊真毋甘愿，哈啊，伊有讲一寡话，吼，就是记者有甲访问，吼，讲一寡话来看伊安怎讲。好，有歹喙就做讲，伊到死也毋敬迄号插头仔，也要反腐伊诶后裔，毋通拜佛，真正袂保庇人。袂过伫因入教诶人讲佛。是插头仔无啥，也有人戏人讲，敢是看港月暝日的戏，无眠伫桥内爱困拄加多，才跋落去。有人讲，敢是喙焦，到溪要落来食水。吼，就是敢毋是看遮吼，敢毋是就像咱即马看记者咧访问，过路人。吼，迄款就是过路人，因听到即件代志，
就因有啥物想法遮吼，咱看会着讲，就是因为这是无共宗教的立场吼，有小可甲考试吼，对，考试的即个开口吼，为遮咱若看会出来讲，教会部是安怎要看即篇新闻吼，伊的目的是啥吼？对遮咱就看会着。好上落尾一趴，咱来看安怎即个记者吼，是报道文学嘛吼，有一寡记者的记即件代志的观点吼，咱继续来看上落尾一趴。我想，伊无看戏，也袂喙焦啉水，不过是茶会上俗死的物，无神袂圣，人敬伊，服侍伊，实在是戆到极。毋望人对安尼来请误，亲像迄个人讲本身毋拜，也要反复伊的护卫毋通拜，是阮的心所爱。后来有听见讲，家己城有第30箍银，互和尚去做账，代志就安尼煞。吼，赔款啦。好这代志就安尼煞吼。好，对，遮有作者吼，就是咱讲记者吼，本身的即个结论吼，甲伊代志的后续吼，就是安尼收煞。好，即篇吼，佮甲大家讲一声恭喜，咱有同齐读过台湾头一篇报道文学咯吼。这篇作品写伫1886年，1886年吼，第二档吼，教育部创刊的第二档吼，伫迄个时阵的台湾的士绅阶级，是讲读册人中间吼，抑个真尊崇儒教吼，就是讲儒家吼，尊崇儒教思想伫民间吼，就是较有即款民间尊崇偶像吼，插头翁仔吼，内底讲插头翁仔的即个偶像吼，偶像的即款气氛。伫即种气氛当中，1886年，咱伫教会部内底有看到讲，无共宗教的角度来思考宗教信仰的即款文章，吼，佫是用咱的话来写的作品，即敢毋是行伫时代的头前做先锋，吼。好，咱接续吼，即篇报道文学读了，过来就是要来欣赏小说。咱8月2的头一篇小说第一篇伊因为伊较短吼，那是属伫第一篇小说。好，咱来看这篇小说。好，这篇小说真出名。好，若是要讨论8月2的作品，定着会小解这篇经典。好，除了伊故事深色，吼，叫做日本的怪事，伊名咧叫日本的怪事吼，伊故事内底深色。用字断调，迄个时阵的代志有无？吼，结果吼，就小说来讲吼，伊的结果佫真完整。吼，佫有一项代志是咱目前讨论这篇作品定着会讲到的。好，就是伊评中国新文学，吼，评中国新文学，咱若是佫要讲中国嘅新文学的发展吼，会讲到鲁迅。即个人的名，事实应该无应该用台语念，毋过我嘛无想要讲中国话，所以就叫伊鲁迅吼。好，鲁迅的工人日记，吼，伊评鲁迅的工人日记佫较早，吼。我真无想要逐项代志拢甲中国文学比较，吼。毋过因为咱互中华民国实民，即个事实也伫咧，吼。经过比较，咱会当知影讲提升反实民的迄个意识。吼，无咱就是安尼，我若是安尼讲过，无甲大家讲，其实伊评中国新闻学的即个鲁迅的小说佫较早，吼，咱可能读过就感觉读过就安尼尔吼。经过比较，咱会当较有迄个反实民的意识。第二项就是提升咱台湾主体性，知影讲这是咱的宝，吼。第三项经过比较，吼，咱会当提升对家己的自信，吼。好，所摆。伫头一篇第一篇小说即个例内面，若读中华民国的新闻学史，就会讲1918年鲁迅的工人日记，吼，是前锋。毋过迄毋是用
台湾话写的啊。咱用台湾话写的日本的怪书平鲁信的作品，搁较早32档，吼，这是真要紧的证据。来讲白话字的文献是真要紧，吼，咱若无读这部分，咱的文学史就是欠一大一大区，吼，一大段拢无讲安尼吼，这是第一项吼，但白话字的文献是真要紧。第二项，白话字有台湾主体性。好，这是一个代表，这是一个证据哈。第三项，白话字是建国的根基，吼，这个系列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件代志，吼，安尼咱就紧来读作品，吼，来看内底到底是咧讲啥，吼，若是要看册的朋友，伫208页到209页，吼，伫这个金选集内底，吼，伫遮好。咱这篇是小说有无？内底就是要讲故事，有人在讲话，吼，所摆咱等下来请现场的友志来扮内底的人物，吼，好，这是日本的怪书的头一趴，吼，毋知敢有现场友志想要来读这头一趴，来念看麦，敢有人要开麦来念看麦，因为后壁我有做这代志，想要甲大家分享。加油！嘿，日本的怪书，好，阿秋，你感恩，好，多谢，好，我来读看卖。好，多谢。日本的怪书，差不多10年前，伫日本的庄社有一人去休伫去客店，伫遐食好物，也住好所在，请人来找销，唱曲、啉酒、快乐，一场。到要困的时，吩咐店主，较伊明仔载11点前，就叫伊醒。好，多谢，多谢。这应该这边吼，我来确认一下，因为我会记得伊原文就是写11点前吼，伊毋是要讲11点前，11点前，我确认一下，嘿，就11点前，早前拢是安尼讲，像嘛会讲2点前久，吼，还是讲11点前，就是会甲这2字同齐用安尼，吼，好，多谢阿秋这就是故事的起头，有无？伫日本的庄社有地点伫有一个人吼去休伫客店，地点就是咧客店吼，好食好物住好所在，请人吹箫唱曲，吼，真爽快，有无？好，就是就是咱头前读到的这款有淡薄迄款虚华吼，虚无度日吼，虚华的迄款气味吼，好到要困的时阵。另外一个人物出现就是店主，吼，这个教，吼，咱会当小看一下书典，吼，教伊明仔载，吼，要11点钟就叫伊醒，吼，甲叫醒，吼，这个教是啥物意思呢？好，我才有直接甲带来遮，吼，这个教的意思，吼，甲咱要讲。甲伊安怎吼？因为教育部的迄个拼音，就是用这个来写甲，咱白话字是写甲，对无？吼，这个甲吼，伫遮的这个意思，事实是甲，吼，叫人做啥物代志的迄种意思，吼，叫人吼，你看，咱倒转来看，叫伊明仔载11点钟叫伊醒，吼，事实就是这个叫人吼要做啥的这个意思。好，咱过来。念后一趴吼，这趴我来念。好，迄个店主就照伊的话，到迄时去要叫伊，看见面床前旋出一支狐狸尾，哎哟！忽然惊到袂顾地，随时走出来。哈，拍算迄个人客的确是妖怪，家己在想曲，毋过有吩咐伊，若无叫伊，又惊了，互伊过小欠责，吼，就是讲
才有看到啥？有看到讲哦，这个店主迄开门看到啊，内底敢若迄毋是人，要安怎咧？吼啊，毋过伊毋敢去甲叫，啊，毋过伊也会记你讲，伊有甲伊讲一定爱甲叫，吼啊，这个上曲，吼上曲到底是啥？吼，这个曲吼，来看书典内底是安怎讲吼？伊书典内底咱会当编着即个字吼，即个字啊，伊讲伊是加强艺术的迄种语尾吼，像遮个例有讲我知却伊毋来，吼，我知却伊毋来，吼，也是讲伊讲却伊讲啊却有去，吼，差不多有淡薄仔像咱即马讲像即个例吼，我知啦，我知啊，我知了，知。我知啦，啊，伊毋来吼，我知啊，伊毋来吼，啊，伊讲吼有去，吼，差不多是即个气味吼，家己想吼，家己咧想吼，啊，毋过有反复伊，吼，差不多是即个意思。好，啊，到底要去叫无？咱来看卖，好，后一趴这边哦，这边有青色的字，吼。甲红色的字，就是有人咧讲话啊。我想要请两位友姊，一个人来做即个青色的字，哈，一个人来做即个红色的字。青色的字是即个狐狸尾选出来，看起来是妖怪的即个人，吼，好，即个角色，好啊，后壁即个红色的字，吼，是店主，吼，啊，后壁佫有哦，吼，若是讲有友姊要斗念，吼，好啊。就是后壁即趴嘛，爱拜托你。好，这边敢有人要来悼念即个就是要来做即个狐狸。我要做狐狸。手好，啊，迄个店主敢有人会当来做店主。来，好，多谢金啊。好，安尼我来念故事，好，咱来继续来读。好，就讲，哎，果不中，搁再入去。就看迄个人客坐伫面床，咧食薰。迄个人客看见店主心心大幸，好啊，就问伊，好来问，你有入来遮看见啥货？好啊，大声店主毋敢讲，敢若提示讲，无啊，无啊，无。到底有啊无？吼啊，继续来甲问吼。啊，迄个人客佫讲，你的确有看见啥物啦？你着明明甲我讲。吼啊，迄个店主，然后才甲伊讲老实，哈，讲实话，讲老实。啊，请进啦。我有看见一只狐狸尾。哦，啊，迄个人客才应讲，你当已经有看见，我不妨实在甲你讲，我就是老狐狸，常时踮伫山林，即条来遮是要办代志。哦，好，咱接续即趴吼，是即篇小说真要紧的一部分吼。啊，这边先多谢金娜甲阿秋斗相共吼，咱来读即篇小说上要紧的一趴吼。我来念这边吼，咱拄则看到讲吼，即个老狐狸讲，伊是要来办代志吼，啊，伊就继续讲，伊讲你所看所听即号事，你断断毋通甲人讲。你若个人安尼，属乎你不论有钱下伫庙里，我要互你加一杯。好，讲了就做伊起身，拢无半圆所费互伊，好，无纳钱，好，就安尼走啊。迄个店主也毋敢甲伊摕。好，故事的发展的关键就伫遮，要信也毋信。对故事要讲的道理，也是要传达的迄个思想有真大的影响。咱来看，这个店主有信还是无信？到底有信无？伊讲，幸好到明仔载
就真正摕50钱下伫庙里，这当请几落工的神有无？咱头前有看迄个请神的这部分，好，50钱袂少呢，毋是50箍，袂骗50箍，较细，毋过50钱嘛，袂伫迄个时代，应该嘛是袂少，下伫庙里试看，到后日来看，果然有变100，50变100，下到几若日，有关是安尼，在迄个店主不知情信啦，伊就信啦，心肝若贪，到落尾就搁扣到100箍，这钱就大咯，到100箍，搁去下伫遐，是毋是就想要知影后壁发生啥物代志有无？好，这就是小说写了好，到明仔载搁去看，若无假，含伊家己咧也煞无去打下呀有无？毋过伊抑搁毋死心哦，就搁去下一摆，隔日去看，有关是无去，到迄点就知晓就知咯，就知咯，是互光棍拍骗去，迄个人诚实就是事实，毋是互你互你买，哎呀，就是敢若是一个摕来做家私，变成啦。不过是在伊有对象，迄号欠算，就是迷信迄号欠算，所以找即个芳来转嫁伊，来甲骗，来要骗伊的钱，是毋是？对无？我甲大家讲一声恭喜，咱同齐读过头一篇白话字的小说咯，读了啊！感谢咱拄则君啊甲阿秋来斗相共这篇小说真正足深刻真有意义都亲像我拄则小解的时阵所讲大家读了会感觉这有影是一篇短短毋过真正会当深刻的故事会当小解互搁较侪人知。所以这篇小说伊阁是头一篇白话字的第一篇小说。咱在讲白话字的文献的时阵这篇小说真正足出名若是要讨论白话字的作品，定着会小解这篇经典。除了伊的故事真深刻，用字断点结构完整我拄则咧讲的时阵，大家可能三无掌，毋过咱读了就知影讲有影郭品老信这个作品搁早32档这是真要紧诶证据啦就是咱拄则讲的这个白话字文献的要紧有无？好，对3篇读了，咱搁有一点钟要讲啥？作品读过，咱要来讨论史观的问题。咱今仔日讲的这3篇作品，有几若个角度咱通讨论？其实咱拢无真正讨论内底的内容，有无？咱通用无共款的角度来讨论好对咱会当把咱这个论坛变作是文学系大学1年的课程，用文学导论的角度来分析讲文体就是讲诗、报道文学、小说安怎分类咱嘛会当家己咱嘛会当论讲文章的内容做文学系文学批评这种课程来读内底讲是安怎这个人信这个人信对这个小说的结果有啥物款的影响安尼？好，这种是用无共角度会当用无共角度来讨论。毋过咱这个台湾文学导论的系列，这个系列讲做要点是要论台湾文学，论啥物是台湾文学。像顶摆咱读过的时阵有讲为安怎书写台湾文学史来探讨台湾第一张报纸对台湾文学的要紧，对无？所以咱在论的是什么是台湾文学，对无？咱即摆咱要接续来用这3篇来探讨白话字伫台湾文学的地位。咱有影先来讲一丝丝甲文体有关系。为遮来讲起。好，咱即摆读这3篇，这三篇作品有诗，有报道文学，有短篇小说。咱先来讲什么是短篇小说。大先短篇小说的定义，简单来讲第一点伊就是以事实
做基础。咱知影讲哦，人有人去休伫客店，哦，啊，佫有店主即种事实，吼，这是事实对无？啊，毋过伊有做基础了后，有即个虚构的故事，吼，就是故事的发展，吼。那敢真正有人会调工专工用互你买，吼，啊去赚食别人，吼，是虚构的，还是事实，咱毋知。啊，毋过就是像即个以事实做基础的即种虚构的故事，吼，这是小说其中一个判断的原则，吼。啊，第二项就是讲，伊的形式，伊是就是像咱讲话，一般讲话用字句段即种形式，毋是像诗歌，吼，就甲小说就甲咱诗歌吼，迄个你看到的时阵，就知影讲哦，这是较长，敢若人咧讲话即款叙事的即种法度来讲故，吼，啊，这是一项，吼，就是甲诗歌无共款，吼，第三，这就是读文学系时阵，一定读小说的时阵，一定会读到3项物件，吼，伊是有故事的发展，就是情节，吼，啊有人物，吼，有角色，吼，有布局，吼，这个布局差不多就是会当讲是时间甲空间伊安怎安排，安尼，吼，故事安怎讲，啊人安怎伫内底，是讲角色伫内底有啥物款的变化发展，吼，啊伫啥物款的时间空间，遮会定义，吼，就是小说的定义安尼。好，小说安尼，过来看报道文学，吼，啥物是报道文学？吼，英语叫做 narrative journalism， 吼，嘿，啊，就是事实新闻学，吼 ，general， 呀，对 ，journalism， 嘿，甲小说无共的是，就是咱知影讲，第一，伊是确实的代志，毋是假影的。伊报即件代志要互众人知，吼，就是第一点，吼。啊，过来第二点，报代志互众人知，对，这是第一点，吼。报代志互众人知，吼，就是亲像讲新闻啊，吼。啊，毋过报道文学甲新闻佫无共的所在，伫后壁即2点，吼。报道文学甲新闻共款的，就是伊共款拢是确实的，对无？吼，啊，甲新闻无共的伫后壁即2点，吼，就是讲，较第二，吼，伊讲较注重人物的发展，毋是数字，吼，可能咱看新闻的时阵，较注重讲数字，吼，较科学的证据迄部分，吼，第三就是讲伊注重情景，所摆文学性评新闻。报道文学的文学性，评新闻佫较济，好啊，这是报道文学的定义。好啊，咱过来看啊，什么是诗？好，什么是诗？好，诗的定义，吼，第一项，好，咱拢知影讲，伊就是较短，对无？好，啊嘛有较长的诗，毋过咱会咱看到讲伊的形式，就是甲小说无共，伊毋是像讲话安尼，吼啊，就咱若是有需要伫较短的空间来写遮的你要表达的概念，吼，就是爱字斟酌，吼。好，这是第一项。啊，第二项就是伊会用音节，吼，声韵甲意象，吼，来表达情感、思想、广告的这种文体，吼，这真单纯啦，吼，就是诗的定义。吼，到遮咱大家应该小可有这个概念对无？好，咱继续讲哦。好，安尼，咱今仔日读过的，小解的时阵，我讲新诗有无？安尼什么是新诗？好，这个新，这字新，好，甲牵涉到我接下要讲的要点。新甲旧，毋是内容，新也是旧。吼，这个新代表这个意义。是白话化，吼，是言咱讲的话，甲文写的字一致，吼，这个新，吼，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个白话化，吼，啊，若是咱讲新诗，吼，佫有人会讲这个现代性的部分，吼，啊，毋过这个现代性，吼，咱若要牵涉这个现代性，你要讲这个现代性，伫新，咱即马看这个新诗的意义，佫甲后壁咱要讲
毋是讲后壁，就是讲文学理论内底有讲到迄种现代性，佫无共吼。好啊，毋过迄毋是咱即场要讲的要点吼。咱即场要讲的要点，就是要讲即个新代表的即个白话化的意义吼。咱就继续来讲白话文吼。这是咱今仔日的台湾文学导论吼，上要紧要讲互大家参考吼，一件代志吼，论白话文吼。白话文这个学术这个语词所代表的意义吼，为遮咱来探讨白话字伫台湾文学的地位。好，咱顶摆6月时阵有讲到讲这幅图所代表的迄个时期吼，就是西方的白话文运动吼。西方的白话文运动吼，要讲做迄个时代是文艺复兴啦，是因为因经过古早时后来经过一个真长的新的时期后来因伫即个文艺复兴的时期，佫倒转去看古早时期的神话的遐个故事吼，就是即款概念，互因互人叫做复兴。毋过事实，咱若是另外简单来讲吼，因其实伫即个过程中吼，就是伫政治、文化也是艺术吼，拢有真大的变革吼。大概为14世纪到17世纪，意大利发起吼，了后就影响全欧洲吼。伫宗教德就是为神到人，注重人即种本身的价值吼，个人的自由，对世间的关心。好，这是迄个时期因的要点有无？另外咱顶摆有讲到一个要点，就是讲伊拍破列定语掌权知识的即个状况。好，咱顶摆就是为迄个部分讲到印刷，好来讲台湾头一张报纸要紧有无？嘿，咱即摆要来甲重点放伫即个掌权知识的文字。为这个掌权知识的文字偷放出来的这个概念，吼，就是白话文伫世界的风潮，卖当讲世间啦，吼，就是要讲全世界的这个风潮。好，水地，好，这款文字对权力的中心偷放出来的这款咧，毋是干那欧洲通看，吼，咱毋是干那对欧洲通看，咱简单来看白话文风潮伫世界的发展。好，遮文字白话化的风潮，吼，伫世界的无共所在，吼，有伊无共的发展的速度，佫伊发展的因端，甲发展的结果，吼，像咱即摆看到的欧洲，吼，东亚、中东，也是讲南亚，拢有遮个咧，吼，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改变，民族的语言，变作正人书写使用的语言，后来发展做民族国家，譬如讲，咱知影德国的德语，西班牙的西班牙语，甲意大利我才有几样个咧，对无？好，咱来看东亚，东亚，咱知影东亚就是为汉字。汉字这款书面书写语言偷放出来的咧，有啥？咱知影日本话有卡那，佫有韩国的汉语，越南因伫使用罗马字进前，即马因使用的即个文字进前，有主动，望我无讲毋对，地点迄摆刚做讲的伊有小解越南的迄个文字的发展，讲为越南的头一张报纸来讲即个越南文字的发展，讲甲真详细，大家若有趣味会使去看伊嘛有讲到即个因对汉字偷放出来的即个过程越南也是一个咧。好过来看中国咱知影讲咱互中华民国教讲伫中国就是有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对无？好。这是东亚的咧，这世界的风潮，咱佫简单来看南亚，好，南亚也有类似的咧，这个 Sanskrit，若是咱要用迄个汉字来读，就是梵文啦，
伊是宗教的即种书面语对无？好，即个梵文吼，因为宗教的关系，地位真悬吼，一直是哲学也是讲科学、文学的文字。毋过地方事实有几来个因家己的语言吼，落尾发展出因家己的文字甲文学吼。即三个下骹即三个较属是直接吼，有受到Sanskrit 的影响，伊的语言吼，因即三个声族群的因的语言吼，较属伫 Sanskrit 的即个语言下骹吼。因为我安尼写，可能大家感觉即个语言就是对应到即六个吼，毋过事实顶悬遮的吼，甲下骹遮的吼，是语言是有小可无共，毋过对顶悬遮的族群来讲吼，即个 Sanskrit 嘛是因对伫因家己的文字得到完整的发展的进程吼，就是嘛算是地位偏因家己的文字搁较悬的迄种地位的文字吼，即款 Sanskrit。好，过来简单搁讲中我咧讲啥中东吼，中东的例吼，小可讲一下吼，因为小可无共吼，因为因是即款文字原底的古典的即款文字吼，因还搁伫咧要有咧使用，毋过因为民间的需求，因后来嘛有发展无共阶级吼，无共阶级使用的即款文字吼，就是即款世界拢有对有知识掌管知识的迄款文字讲内底透放出来的即种例吼，是安怎世界会有即款普遍的白话化的风潮？吼，第一就是讲愈来愈侪人有捌字的需求，吼，譬如应该讲即个捌字的需求，可能甲咱物质的转变，吼，生活中物质的转变有关系，吼，有捌字的需求，吼，这是一项所谓即个白话化文字、白话文字化的即款需求就有需要，吼。好，第二项就是宗教的变化，毋管是宗教改革，吼，也是讲后来欧洲19世纪的福音运动，吼，拢是望讲有愈来愈侪人捌道理，吼，这是宗教的即部分的变化，吼。第三就是像掌权的人，吼，伊望讲有搁较侪人捌字，也是变作是因真做是因民族教育的一部分，吼。这咱即马看到的即幅图吼，就是东亚的例有无吼？咱较了可能较比较起来吼，偏其他的所在的即个白话化的过程，搁较会当了解的，咱较熟悉的例吼，遮的例吼，就是民族性的代表吼。咱写款字吼，人着安怎看咱安怎甲咱看待有无？吼咱为遮的例，我要问大家三个问题，吼，三个问题嘛是望讲，即场听了，因为即场就是我讲足侪物件的，吼，即场听了我望大家听问家己即三个问题，吼，第一个问题就是咱望世界安怎看台湾？徛伫世界，咱望世界安怎看台湾？好，咱台湾文学史要安怎讲？吼，徛伫台湾，咱台语的白话文运动，咱要对倒位讲起？白话字白话文，咱台语的白话文运动，咱要对倒位讲起咧？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好，第三，咱徛伫世界，也徛伫台湾。要问大家这个问题，汉字敢是袂当放？好，是谁甲咱讲汉字是咱的文化？好，咱到底是虾米人？好，顶摆其实有小可讲到这件代志，吼，就是有讲到这个我敢是汉人的这个定义的问题，吼，要说明概念就是汉字毋是台湾族群。同族群的认同，吼，汉字无应该代表台湾，好。第三个，
台湾话是台湾通族群的共同语，吼，咱顶摆就是6月的时阵有讲到这个概念，吼。第四就是甲台湾话讲转来，是了解台湾史上要紧的一步，有无？咱顶摆有讲遮，啊，今仔日要讲的就是汉字，若是讲咱汉字无应该代表台湾，安尼咱台湾字应该要安怎写？好，咱我倒转来看这两幅图，好。好，我拄则问的问题，世界安怎认捌台湾目前白话文的运动？世界是安怎认捌台湾的白话文运动？好，咱今仔日有一个对台湾，好要来海外读册，读东亚文学系，啊，伊要甲其他外国朋友小解文学史，台湾的文学史的时阵，伊想到的可能敢若是中华民国家教的。就是中国话，吼，转做中国白话文，吼，就是汉文变中北京话，吼，啊，干那迄条线有讲互人知，吼，对无？就是中华民国即马即个白话文化的即个教育，就是安尼教的，吼，啊，所以咱台湾即马是啥？伫世界，就是要甲大家讲，咱是要成做世界的华文中心，吼对，就是点甲这，吼好，这是头一项，吼，咱徛伫世界，咱要安怎讲台湾白话化、白话文运动，吼啊，咱若是照中华民国甲咱教迄个咧，可能就是干那北京话的迄个变化的过程。咱敢若知影迄部分对无？好，啊，咱若徛伫台语白话文运动，吼，拄则嘛有讲到，要请大家思考即个问题嘛。咱要安怎讲台语文白话化的迄个过程？吼，若是讲咱会当认同讲汉字无应该代表台湾，咱想看觅拄则读的遮作品。白话字敢毋是咱台湾话对汉字偷放出来上有力的证据，吼啊！咱若是一直在讲究遐汉字，比如讲这台语毋是无字啊，这早前才会文献有一寡会当参考的，有无？好，就是有一寡人会小注重讲要伫过去的文献内底去找台语有字有四角字的这种证据。啊，毋过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汉字吼，敢毋是迄个时代封建时期权力的中心的代表？好啊，咱是安怎要继续安尼做？好，对，这两幅图对照，互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好，那佮甲我拄则讲的遐要点，佮写伫遮，吼。回应算是回应我家己问的迄个头一个问题，咱毋望世界安怎看台湾？啊，中华民国即马咧做的、咧教的，就是安尼，就是第一，吼，要做世界华文的中心，你敢有同意？吼，第二，啊，教白话字运动的时阵，就是讲北京话变做文字化、白话化的，啊，就教迄个北京话迄个白话化的历史，讲鲁迅是头一个。啊，若真正小可较有台湾本地、本土本地，我就无介意这个字，吼，意识的人，吼，咱莫讲迄字，讲台湾意识好啊，吼，台湾系内底安怎教？毋是中国文学系对无？吼，讲台湾系安怎教？啊，敢若看到讲殖民时期，吼，咱报道文学的头一篇上日本写的。毋过现就是咱有证据白话字，就是有一篇证据伫遐，对无？啊是安怎咱看袂到迄篇报道文学的记载？中华民国甲咱教的即个白话文运动，到底是啥个白话？吼，对无？是毋是？足奇怪的，吼。好，啊，过来咱徛伫台语，哈，我后壁问的迄两个问题，吼，回应我家己后壁迄两个问题。若要讲台语，哈，啊，咱安怎甲台语白话文运动为倒位讲起咧？吼，啊汉字敢袂当放？吼，即马中华民国做诶，咧教诶，
就是安尼。你看，咱要看即个因设计即个系统的目标到倒位，就看伊安怎要求大家的程度，对无？要求大家的程度，就是看伊安怎考试。哈，啊，即马事实就是教育部的台语的考试内底考足侪汉字，吼，好。就是幼园在替过去封建时期封建制度的迄款权力的中心在背书，吼，好。转来想咱拄则读过白话字作品，甲咱读过读的头一张白话字的报纸，咱敢要甲世界讲，吼，咱敢有骨气甲世界讲白话字就是咱台湾话白话化、文字化的根基。好，所以我即场讲，咱即摆读的这个作品是创世纪时期的作品。好，对，这个问题，咱大家通豆豆啊想，因为我家己，读台文系的时阵，嘛毋是安尼想，嘛是徛伫中华民国迄种理路的台湾文学在读台文系，我即马真后悔，即个过程，就是有影是用台语在过日了后，豆豆啊，在想每一摆你讲一句台语，每一摆你拄着一个状况的时阵，这个问题就直直跳出来，即个过程真无简单，有当时啊嘛真艰苦，无简单真艰苦，毋过真无简单，才有法度甲即个中华民国治国的头壳内底起的即间违章建筑啦。我讲这是违章建筑，就是起甲你要一个砖啊，甲拆掉，拢真无简单，拢你家己拢会晓字。毋过我真感谢讲，有读这的经典，佮有机会甲真侪先进学习，嘛有真侪有志同齐探讨，才有才调行来到遮。若要读经典，大家一个资源，有甲的即摆有甲大家讲一寡资源对无？直接看文献，这是一项，另外就是金选照这本册，我拄则有讲，就是这本册是受1920年进前的文学的经典，为什么说在伫这个1929年，我讲1920年，我才已经11点半，大家歹势对，所以。小可若是有小可讲顶打去的，甲我提醒。1920年进前，先说要写伫即个时间的头前，咱直接来看吴真教授伊伫即本册内底的头书是安怎讲？伊讲事实讲，咱若跳脱单一汉字文学的史观，跳脱即个汉字文学的史观，就会让知影讲。1920年代以前，伫台湾民间就有以白话字创作的文学历史，这是有证据的。咱大家拢有有学过白话字都会当读。这毋是吴真教授讲的，我继续念。好，吴真教授讲的是，就是伊讲以白话字创作文学的历史。好，白话字文学若提早实践。1920年代新旧文学论战，因主张讲新文学应该使用白话文来书写的这个理念。1920年咱讲台湾文学史的时阵，常常讲到这个时间。这是我顶摆6月迄场有讲到的。好，因就是提早实践，对无？白话字就是提早实践这个概念啊。好，我继续念吴真教授的头书。伊讲嘛超越。迄当阵，对白话字到底是中国白话文，还是台湾话文？即款暧昧的见解，甚至跳脱1930年代台湾话文定型，坚持以汉字来书写台语，结果就拄着足侪困境甲争议，拄着足侪困境
甲情义。好，台语白话字，吼，这是接续拄则讲的迄趴吼。吴真教授的头书，伊继续安尼讲吼，伊讲台语白话字文学是西欧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伫西欧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下，受到世界母语文学潮流的影响，自起头就真明确，创作口语白话的台语现代文学。好，这个口语毋是讲伊无文学性，就是你有法度用你家己的话，用你的文字，你看到迄个文字，就是甲你讲话是一致的，这个文言一致的这个概念。好，这是吴真教授伫金选照这本册内底头书内底写的。好，过来，咱请另外一位教授来讲白话字是安怎要紧吼。好，落尾就是用张学谦教授伫2004年发表伫台湾通信的文章吼，来强调一摆吼。咱同齐来看学谦教授伊讲这篇白话字甲台语文现代化伊内底安怎讲。好，我开资料互大家看，因为这字顶悬遮的字有较细吼。好，这篇论文吼，大家看会到吼。这篇论文主要是对白话字的文献甲伊的发展的历程来突破一寡对白话字的误解，吼互白话字世俗化、本土化甲现代化的面目，更较鲜明，吼我简单念一趴吼。白话字有百外档的历史，初初看起来，介先甲语言现代化无啥物关系。毋过，若是对台湾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会当看出白话字是台语文现代化的火车头。伊有真侪的第一啦，台语文知识化、现代化的开拓者唯一有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圣经、词典甲教材的台湾罗马字，好，台湾头一份补足使用的文字，这是咱顶摆小解的。台语罗马字的文献通济，好，上记的词典、字典等等，好，遮足侪有无？好，对，好，这是伊真济第一。咱来看第二趴。敢若讲白话字这个词，就真有现代意义吼。白话字会当讲是吼，这是我即摆讲的重点吼。白话文的文字的简称吼，写白话文是文体的改革，吼，使用罗马字是文字的改革。这两项改革拢是语言现代化吼的工课。白话字一困就完成这两项事工，吼，伊毋若牵涉到文字的改革，引进罗马字，阁是文体的革命，吼，甲文字语言甲文字合作伙，发展出喙字甲笔尖合一的这种口语的文体，吼，我念到遮就知影，是安怎？咱第二要强调讲，吼，白话字是咱的根基，吼，咱文字的根基，好。总较差不多啊。这个好，即摆即马大家看到的是台湾字，好，等下来看老话吼。好这个大家即马看到的是台湾字，好，等下，稍等者，真正有人有添有差吼。这个台湾字的发展的历史，就是我拄则讲的这个历史吼。伫咱2026年台湾文学节的展览内底嘛，看会到，对。展览为6月到8月底吼，就是即马经8月中啊，对无吼？今仔日的下晡就有拄则讲即个金选照的主编吼，但无真教授伊的导览吼。8月初的时阵。兼教授，嘛有一场导览，好，邀请大家若是人伫台湾的，有机会的，就会当去参加，好，若是人拄好要搁伫台湾，伫8月底，有一个
闭幕的讲唱会，吼，闭幕的讲唱会嘛，邀请大家去搭老热，好，对，其实咱会当行来到遮，已经真无简单啦。我顶摆在讲即张 slide 的时阵，嘛是讲遮的话吼，就是讲咱台语捌互人当作是粗俗的语言。即马咱有材料伫遮，讲台语文要安怎写，要安怎写会较好势，已经真无简单啦。所以，咱定定毋通辜负中华民国西农，吼，咱爱甲家己咱的文字的历史捡转来。咱毋若是写台文，咱是要用台文来写台湾的历史。安尼，咱通经过即个白话化的台湾文字，今仔日讲的重点，吼，甲世界讲对，白话字就是咱台湾话白话化、文字化的根基。好，多谢。今仔日即场就是要点讲煞，好，多谢大家。嘿，这场主要的重点就是台湾文学的创世纪。好，大家敢有啥物想法，还是问题？问题我若讲无好势，就是回答无好势的，请大家体谅吼，因为我即晚已经11:30，毋是11:30，好，对。后一场吼，后一场即个讲座的系列，后一场就是要继续来讲，敢要先讲，先莫讲好啊，对，先莫讲好啊，大家看迄个时间看宣传，嘿，对，时间看宣传就知，嘿，对，有啥物问题还是有啥物想法？我来看敢是青春遐有老话来看者，好，咱一个当放，台湾人爱讲台湾话，写台湾字，就是白话字。好，多谢青春兄。有人举手哦。对，我有看到，好，拄则有在念青春兄的老话，好Flora，你有举手对无？咱有一位朋友有举手，敢是有啥物问题？还是大家有啥物想要分享的？我会使讲，好，阿秋请讲。我是讲啊，大家来爱互大家人知影讲，咱台湾诶爆发当前就遮白话字啊，毋是像因讲诶，有诶讲台语无字，也是讲就像有诶就一直咧牵咧讲什么迄汉诗啦，什么遐就是遐诗啊，迄都用汉文写，用台语念偌水拄偌水，就有人讲，其实你若要用迄落广东话，因迄个就是香港话，广东话因的迄个声调搁较济，所以用因的来念搁较赞嘿，就是爱大家搁较济人知影即方面的迄个就是即个眼界爱拍开啦。嘿，较袂一直调诶汉字遐，嘿。对，我想要听看觅阿秋即个分享，大家敢有啥物想法？大家敢会感觉讲，听到遐个人在讲诶时阵，会感觉真有道理，还是讲会感觉无咧信道，毋过是安怎会感觉无咧信道？就是讲，我感觉有歹势。好，请讲，请讲，嘿。我是感觉有足侪人拢是因为是可能拢受到咱的汉字的影响，咱的白话字伊看无，伊个会因为伊看无，所以伊个甲当作无重要。伊看汉字看有，因为长期的失明了后，伊看汉字看有，伊就感觉伊惯死家己看有的字。毋过咱
咱袂使因为安尼，咱个无甲咱的白话字甲杀出去。有当时咱会使利用一寡譬如讲报纸啦，是公开的，咱即卖 FB 啊，咱有加减小改一寡咱的白话字的文章，加减小改台语文，咱的白话字的台语文，然后互人知影讲，哦，这是咧讲啥，配合因熟悉的汉字甲伊解说，互因知影讲，哦，原来咱台语会使用即种的文字来书写，而且会当咱喙讲啥，咱手过说写啥，袂去受到汉字的迄个有限，伊毋是服务咱台语的嘛，所以伊若咧写台语的时阵，可能会去卡着。咱若用白话字的时阵，你会发现咱用白话字写，咱会加足顺的思考嘛，加足直路的安尼。我感觉会晓利用遮的迄个，咱即马资讯做遐尔发达，咱会使一半白话字，一半汉字安尼甲因讲。讲其实白话字是真好用的。渐渐你若毋知影要思考，汉字要用倒一字时，你直接用白话字写落去，足白直的安尼。以上。嘿，对，我感觉就是即马大家有真侪人还是对罗马字无遐尼惯势，就是因为头壳内底我拄则大声嘛有讲，咱生活中就是惯势看四角字目睭要转换过来看罗马字的时阵，拢是需要小可互头壳还是目睭惯势一下，这咱会当理解啦。就像讲，我真正讲较无声，就像讲咱有外头族嘛，就是早前时代因细汉时，互人讲台语会互人罚钱，即马就会惊，歹势。袂好势，我先请是玉芳对无？拄好，你说我感着吼。我分享者，我有伫网络顶看人分享，讲迄个拄则咧讲迄个吟古诗吟诗作对啦吼，迄个念古诗念汉诗念唐诗啥好，就是讲有人咧有人咧推崇即种雅气的迄种个啥三马开的物件我有听人讲，就是其实即种古诗也是讲古文吼，迄是依早迄种科技时代，为着要束缚迄个文人思想的一个手段啦。变成讲这个毋是一种文字白话化的一个方式。变成讲敢若有一部分人要展示伊的迄个才调才能去求官迄个受封安尼这是迄种管理者的一种手路啦。这毋是讲互迄种知识普及的一个方法啦。因为你文字要普遍化，要成做一个百姓拢有才调去学习的一个方式，这毋是一个好的办法啦。你若是讲你像为虾米文字要白话化，要白话文运动，就是讲咱要甲知识库普遍的百姓拢有才调去吸收、去使用。就是讲类似迄种
学历迄种学历全面的提升啦，就是教育的普及。这较是我感觉这较是做对社会有较大的福气啦，会帮助啦。啊，你若是讲干那要甲咱的知识，佮文字的表达，甲课题的讲要去吟诗作对，啊，要迄种写古文、写迄种文言文啊，迄是对迄种全面教育普及是无帮助的，迄就是讲为着要区别一个地位的关键的一个手路啦啊。我认为讲这是一个陷阱，迄毋是一个，迄个会当互人全面意识提升的一个办法啦。所以讲这是一个人做出来陷阱啊，你来欺骗社会一个手法，就是讲伊要甲一个知识有一个阶级的区别的一个手路啦。我甲大家分享这个。对，多谢玉峰，嘿，声音小可有转来啊，因为小可有感着，啊，毋过讲点半钟了后也是袂动诶，就又搁咧扫啊，嘿，就玉峰讲诶吼，就算是回答讲，拄则阿秋讲诶即个状况，讲定我讲啊，即用台语来因歌诗吼，听起来真好听吼，啊，其实就是嘛是我拄则咧伫即两张 slide 内底吼，想要问诶问题吼，就是咱要讲台语文白话化，咱要讲台语文，啥物时阵有字诶时阵，到底啥物物件是权力诶中心掌权诶？啊，咱敢有才调跳脱？毋管是封建思想，毋管是儒家，毋管是实民者，好，因要互咱因要去迄间违章建筑伫咱头壳内底时阵，因就是用这做因违章建筑的地基，吼，伊会互你感觉迄才是根基，吼啊，所摆若是咱有法度用即种较像是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世界的风潮，就会感觉实民者、封建制度、儒教即种权力的中心，足奇怪。伊要甲咱教白话化的迄个理路足奇怪。嘿，咱伫即个理路内底找无台湾的主体性。嘿，所摆才会调工做即两幅图吼，来做一个比较讲咱安怎要问迄个问题吼？咱安怎来看台语文白话化、文字化的迄个过程？你要讲迄个起头的时阵，要安怎讲？嘿，对咱顶摆嘛有小怪讲，就是安怎要讲白话字的文献是真要紧，就是讲伊是一个因为有真侪人就会讲迄就是教会内底咧使用的吼。我咱即个系列吼，有一张就是会讲，伊就是若是教会内底使用，伫日本时代蔡培慧吼，伊开足侪场罗马字讲习会吼，拢是为着互白话字为教会行出去，嘿嘛有真侪，像我伫美国拄着已经有拄着2-3个吼先进吼，因就是其实因有一位是伊细汉时有去教会，毋过就读白话字，伊就迄个时阵有读白话字，毋过后来伊无去教会了后，因老母写批互伊写白话字，嘿，像即种例吼，就是伫
像即种因兜阁是迄个时阵，就是日本时代算是伊的老爸啦，算是台中迄带的文学的精英。啊，伫中华民国的历史内底写着因老爸的名的时阵，就敢若讲伊伫日文即部分的成就安尼，啊，就无讲着讲事实，因其实遮的知识分子拢是会晓白话字，拢是有才调用白话字来写家己的语言的，嘿啊，因毋是干那会写日本话的物件，嘿，因也是会记得家己的语言，啊，毋会记得家己的语言，佫有才调甲家己的语言写落来，嘿，有拄着一个例，啊，另外有一个先进，是因老母，嘛是写批互伊，啊，就写，嘛是写白话字，啊，毋过伊家己无去教会，因是因为因老母细汉时查某人老母细汉时有去教会学捌字，啊，咱知影讲过去迄个时代，查某人若要去读汉学啊，即种状况是真罕得有，啊，毋过会去教会，因毋若是学着学着安怎写字，伊佫会当借的字来学着世界的知识，这就是知识普及化的即种例，好，对，啊，所摆咱到底文字白话化，咱的台湾话白话化、文字化的时阵，咱要为倒位讲起，咱若是讲徛伫要徛伫即马可能用汉字来写的即种角度，那安尼过去遮的白话字的文献，因到底要安怎看？敢敢若讲这是过去的代志，台语文白话化是为因讲起，我是感觉足奇怪，我毋知影伫迄款理论内底，你要安怎讲要安怎甲提升就是咱台湾主体性的即个用徛伫即个角度来讲台湾文学史会发展的迄个创世纪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要安怎解说安尼？嘿，我无法度徛伫因无迄个用迄个法度，就是想袂通，所摆遮的一路行来到遮，咱才感觉迄套袂通，啊，一路行来到遮安尼，好，对。歹势，我讲表达一下，我是感觉讲进前咱台语用咱的白话字所写落来文献，就是记录咱早前咱台湾行过的路，行过的生活文化，这拢是咱家己的种种，咱家己台湾，你证明你是台湾是安那活过来的，这是咱的证明。啊，内底呢，你若假使讲你拢看无，你敢若会晓汉字，你无法度读白话字，你才要安怎？你要安怎证明讲你是台湾人？所以你会当去用站紧去啊。所以咱即摆慢慢啊，咱即摆已经是家己的台湾，咱是已经民主化，咱袂使搁用迄体式的汉字去要来表达咱家己的生命过程。咱爱搁甲咱早前记录咱家己生活的物件，迄个白话字搁甲扣倒转来，写咱家己的字，写咱家己的话，写咱家己的文章，安尼咱才会当证明讲咱是存在的。而且咱后壁才会当一直发展落去，才会久长啦。啊无，拢个人拢会甲你讲，你使用迄种四角字，你敢是中国的？你个无法度证明，无法度去甲人说，人像迄越南、韩国，伊个建立家己的文字，有家己的文字，有家己的语言，安尼伊个会使足声扬讲，我就是即个台湾人，我就是台湾族人。我是感觉讲，真正爱甲咱的白话字，爱用咱家己的力量，
咱家己有啥物能力，咱就用咱家己生活当中，你身躯边的能力去甲伊影响咱身躯边的人，安尼。以上。嘿，多谢阿金啊，对，无简单啦吼。我拄则对迄个就是要讲为教会行出来的即个部分吼，接续要讲的就是讲8月2发展百外档，其实伊有家己真完整的生产机制，就是有人写，有人读了搁写，吼嘛毋若是干那教会的物件吼，其实伊的内容足济吼，嘛像即若拄则讲的，就是因为伊写遮济档吼，记录足济这是咱家己的历史，即个过程历程拢有写落来，嘿，我要讲的就是即个完整的生产机制是啥物时阵互人砸断去？就是即马大家看到的即张吼，就是1969年差不多迄卡头吼，8月2的圣经吼，人丰收，互中华民国政府丰收，就是无法度搁用罗马字无法度搁使用，就是伫教会内底无法度搁使用，即个完整的生产机制。一个是伊拄着殖民政府，无法度外口传播，一个是殖民政府搁甲砸断，所摆砸断了后，就互人掠做讲伊互家己咱家己讲即个语言的人掠做讲即个语言是无文字的，后来即个殖民政府要甲你讲，咱即马要发展台语文，就用因迄套来发展台语文，要接起来的迄个历史，甲咱即马咱来看8月2的历史的时阵，你就知影，咱就较看会明讲，教育部的迄套也是真大一部分，也是徛伫真中华民国的即个理路来产生即个系统安尼。嘿，我着即摆若是讲无明的所在，后壁的系列阁会继续补充这部分，因为有影就是事实到即个时间吼，我头壳有。伊真正已经差不多要休困啦，嘿，对我望讲我用遮个例会当互大家小可了解我要表达的迄个概念安尼，嘿，若讲无清楚的，就是后壁咱接续有逐个月迄个台湾文学讨论的时阵，才阁甲大家补充安尼，嘿，好，时间嘛差不多啊，吼。看大家敢阁有其他想要分享的？感谢杜金你也请咱今仔就到这结束好无好啊，多谢多谢。咱后礼拜咱有请一个导演要来甲咱分享，是迄个叶天伦伊是迄个知识大调停的导演伊最近我等去台湾拄开始，我家教迄个输入法啦。我是感觉讲，若要推行8月2上好的方法，就是你手记载咧。你若拄着朋友，若无甲你拒绝，你着马上甲伊教，甚至甲伊装的，甚至教伊安怎拍。安尼8月2学起来，较有法度通真正日常生活来咧使用。我咧教叶天伦的时，伊足认真学，因为讲伊写剧本有需要。伊若无的时阵用汉字写剧本，要互伊个演员通安尼爱个甲因说明讲要安怎读安尼啦，若有一个声一个文字表示安尼记录落来，要逐个人要读，就较简单安尼。好，无咱安尼今仔日。还佫两个人举手，对啊，条件就是，有一个中心
伊是阮阿姑有野厝，刚才在听因讲者。好，来，我当时迄是恁阿姑，好，请讲，周信兄，请讲。我要问一个问题啦，迄个就是讲你咧讲的迄个白话台语白话文吼，迄个教育部迄个台语罗马拼音是同款的吗？还是有啥物无共？嘿，有无共，理路无共，就是。所以你，因为我听，因为我就是有一个后生啦吼，我后生是住美国啦，伊以前吼，伊捌甲我讲，我拢无甲伊教台语啦，伊即马家己想要学，因为伊是美国出生，所以伊为迄个罗马拼音来学，可能较简单啦。我即马是咧替伊找资料，看要什么款的物件对伊来家己学较简单啦。我即马是为这个观点咧了解，因为伊是美国所以伊用英语罗马拼音来学可能较简单。你这种的这白话文来讲，我都唔知影。就是这就是。不过我甲看吼，其实迄个作业嘅呢，敢唔是？因是讲是用这套来改就是讲你讲的白话文甲伊迄套罗马拼音的作业嘅呢，敢唔是？教育部迄套是因会讲是甲白话字无真大的争差，毋过我会当讲我家己的经验，就是我大生要甲台语学转来的时阵，我就是对对教学的先生，伊是教教育部迄套，后来我嘛想讲，后来我嘛想讲，我爱因为爱去考，可能爱我知影教育部有考试认证就想讲安尼，咱先要册来读看卖吼。结果看迄册内底，因为咱头壳内底已经有一个概念讲，汉字无因为咱来到海外，就会想讲咱家己的囡到底是生做啥物款，吼就感觉咱若要包容台湾的族群，汉字毋是一个通族群优先的文字。所摆我嘛知影讲教育部就罗马拼音嘛，伊嘛是毋是用汉字为主体，结果伫考试内底看到的拢是考汉字，事实真济教育部的出版品即嘛嘛是会甲原本有可能伊原本是写罗马字还是白话字的作品因改做是汉字，我袂当理解讲因安尼做诶目标到底是要甲台语带去倒位？我听你讲话，我是会感觉出来，你是无你是改，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咧甲你问嘛，因为我是感觉讲你无认为迄是甲教育部迄套同款的嘛。我即摆问题就是讲，我即摆问题就是讲，阮后生若要学，到底是要学倒一套咧？因为伊美国人嘛，可能来学罗马拼音可能较紧啦。我较简单，甲你解说者，这两套白话字，这是写咱台语的正港的用字，因为伊的文献足济。你若台语你若要学好，你绝对爱看文献。但是文献是写白话字，你若教育部迄个教部罗，伊写的，伊甲白话字差无几个所在。毋过伊的文献有限，伊的文献有限。你要学台语，你要深入去学台语，真正学了就有限。所以我是建议讲，你学白话字，你学白话字了后，你去看。早前咱遮尔济当都留落来文献，你去看，你才学有物件。无你讲实在，你若学教育部迄套根本伊迄套的
罗马字吼是2000毋知06啊以后，所以伊用的字足少诶，伊诶文章写足少诶，拢是用汉字去代替，所以你根本学诶有限，嘿。我会了解以前是迄个西方迄个传教士来为着要甲台湾人沟通，迄个创作诶罗马拼音嘛，但毋是为遐改过来。是无毋对，所以伊已经有几落百外档诶文献啦。甲这20档诶文献真正是无够啦，所以咱是你若要了解，一定爱安尼，嘿，一定爱学白话字。好啦，我清楚啊，我毋过我这安尼我这甲你问啦，莫省大家时间吼。我安尼回归正传，若要学白话字，要安怎学起？有什么功夫？我遮有一个会当推荐互中信兄诶后生，因为即个阿勇伊就是即个系列吼，伊做英语诶甲台语诶，伊家己伊是美国人嘛，嘿，对，啊，即个你会使请伊去找阿勇台语，嘿，啊，伊即个系列做2个语言，嘿，啊，伊会使先对英语诶来看，嘿，啊，我会记得伊诶YouTube 的节目内面嘛有讲。对，伊有讲白话字甲教育部诶区别吼，啊，毋过迄支影片伊应该是用台语讲诶，啊，我袂记你敢会当有英语诶字幕。麻烦你，你若知影，你若做着，你麻烦你送互我，好无？系伊音，阿哥，我拍互你，好啦，拜这个拜托。好啦，我即马就是要，我因为。这对我来讲嘛是新的，毋过我足欢喜，我安尼知影差别伫倒吼。我会甲阮后生讲，叫伊去找资料啦，吼。安尼 ，OK， 多谢大家，多谢，好，梁东兄也阁有送一个。了解，我迄个送一个迄个讲台语.com 吼，啊，你会当跟恁后生去遐听，迄上唱囡仔歌吼。好，像囡仔歌内面也加减教白话字安尼啦吼。好啦。啊，简单讲就是讲白话文吼是相对文言文啦，吼，所以是种文体啦，吼。白话字是一种字啦，吼。啊，教育部迄是拼音方案，是一种拼音啦，啊，所以咱即摆用安尼来分，咱会讲较清楚，啊，一个是文字，啊，教育部迄是台湾闽南语。拼音方案，吼，白话字就是台湾字，安尼就清楚啊，吼。好，了解。所以一个是看是要学台湾文，还是要学台语的拼音安尼？哦，两个那接近。好来，你个问题无？咁是有一个人吼，我是爱互吴金星走啊，而家12点外，好啦 ，OK， 好啦，谢谢啦。安尼无咱就后礼拜吼，咱欢迎搁入来啦吼。啊，真正就是讲，若要学吼，一定爱学数理法啦。你若无学数理法，学就袂记啦，迄加了时间的啦。对。好，安尼咱今仔日到这，咱也着玉金拍一个扑啊咧。好，感谢。多谢，嘿，多谢。谢谢。玉金你个。